哎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正了一点点。哎，这里这里侧来吗？那边对，好。但我两张不是方向一样。两次同时用的。好多了呀！你看，你肯定侧好看。对对对，你自己先来看一眼。是不是刚才那个动作好看？肯定这个动作拎着好看。那个手的好看。这个我觉得你可以，你指头再出来一点，那边感觉像拎的感觉。可以的，可以在那个。对。君君那边衣服再弄一下它。你上衣服好看。肩膀那里拉一下它。哎，舒服了，好，脸太正了，连到那边点，神韵回过来，哎，正好，脖子有点僵啊，脖子有点僵啊。这张咬，前面那个好的呀。前面几张还，这太侧了吧身体？不是，前面这张不是这样的。嘴巴是不是打得有点大？再小一点是吧？我觉得还行。下面再出来一点好不好？是吗？衣服比例再出来一点。 OK。一般不是裁到那个吗？要用半，就是再出来一点。好的。那我放心。我们杨老师是监制。还跟我们说，还。杨老师到这边来看吧，太累了，杨老师。啊，不用，杨老师。你看舒服了吧？好，好，来看看这张，这个好。上次再低一点点。对，上次离胸口啊稍微有一点距离，不要贴太紧。好，1、2。再憨一点，眼睛含着一点，不要瞪出来，头太正了，身子又正了，回去。我来了。有了的已经。有了，肯定有了，已经有了。下面，这是不是人不够挺啊？你把那个镜头挪出去。还行，有哎。是吧？是你比例这样放大舒服多了吧？是。行。有，前面还可以。刚才有。我觉得这张挺好看的。眼睛没有。太正了，眼睛没有。太正了。但这个身体的动作太正了，也太正了。哎，这样，刚刚那上一张，刚刚那是这张不是这张，我这样你要是这样拎的也舒服。我已经分不清哪张了，这哪个？今天佛利发的有点措手不知，不知所措。刚才你看到有张挺好。对，前面是刚才摁上去的是前面。这张还可以，这张也还不错。这张可以啊。这张也不错。这张挺好看。挺好。你后面那几张呢？最后那张。等一下，我放到那里看，因为这里曝光会有点过。这里曝光也还可以啦。那可以。这里的话比较准确。这眼睛没睁开。这最后一张。太正。最后一张。刚才那个是最后一张。太侧。头不舒服，脖子不舒服。这张还可以。哎，上面一张。等一下，让我过去，我按不到。这张还可以。上面那张吧。上一张，上面一张，看看。应该是下面一张。下面那张。下面的下面，再来。好，这张。这张很松，挺好的呀，这张真的蛮好的，手也很舒服。那张。那张挺好的，先加精一点。加了。这个。太正了。其实正的也还可以了。校长，那张还正的比陆流强，这个架太高。哪张正的？哎呦，哪张正的？就刚刚那张。这张吗？不是后面那张。像你们俩再回来。往左边，往右边。他可以的。陈军。哎，哪张？这张吗？这张嘛，你想想。啊。完了。那我换个动作呗，梁老师。还有什么动作啊？
我觉得你正面可以就有点丰富它的感觉。哎呀，印太五来了，就是那种往上够的感觉。对。我们才刚开始拍，不是我们不抓紧。他们才刚开始拍呢，因为他们那个得先走，他们上午没拍。不能说我们刚开始拍就抓紧，已经很抓紧了。往前走一小步，多。他们画点没拍是吧？那我这样侧可以吗？往那边看。这个看。不然全正的话会不会？等一下，没连上。掉。杨老师帮我剪一下。掉。你这边卡牢了。要打开吗？打开的不太好，肯定是收着好。肯定收着好，打开就太抢了。打开太抢了。对，打开太抢了。没有，他现在没连上呢。这样挺好的啊。嗯。耶。也还不错了。也还不错。我刚才抓了2只，我抓1只。颜值是吗？有点这张的神情有点像，刚刚那张神情有点像，对吧？不是这个戏。我们杨老师各种赞。咱能糊盒子。哎，这上一张好停。这几张还拎的好高啊。衣服拎太高了是吧？拎太高了，往上面走，往上面走。往上面不是上面上去。这个还可以吧？哎呀，差不多了，可以的。手是不是拎高了一点？这只手。对，我再是的。你再低一点再来一下。太高了。溜下来。我看好了。来。你帮我那边拿近点好吗？拿到哪里去啊？那边呢？福利给他们福利，帮他们取一下。人家已经要求你就是给照片印出来，让人家签名，给不给杨老师啊？杨老师听我。哎，这样还可以，停，真的好，真的很好。这样舒服。我还没拍。舒服，这样很舒服，这样。什么玩意？这样舒服的。我还没包吗？这样舒服，轻。在，我感觉光脸上是不是我自己站位不太准？还好吧。眼睛再过来一下。还是拎那么高。还是拎那么高。眼神啊，就1、2、走，情绪往前够一点，哎。嘴巴合松一点，嘴巴有点太开了。1、2，走。我又包起来了。一激动就包起来。笑得有点傻，眼睛看太斜。拍的不行。没有刚才那种。没有刚才少年感，就是啊。少年。里面有些人疯狂在对你表白，那我拍一下这个幕后功臣啊，杨老师。啊。拍那边吧。准备。哎呦，哎，这张还是拎高，哎，这张还不错，哎，这张还是有点高，但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啊，这张还不错，这张可以了，这张好，可以了。啊，这个是多少？可以吧？7628。不可以的啊。这就先不要换衣服。好，先给那个他拍了。然后这个再来一个啊，刚才那个，我下次再来。对，你把你组合拍了吧，那种。我这个拍不出来，先让他单独拍。来，这把你挑的这是干我。让我拍张给你。我朝那边就好了。你不要拍这里，这里曝光。对，我感觉你拍这张。然后那张给我来一下，就刚才另外一个造型的，就是侧的那个。
好热啊，汗出来了。空调已经开了呀。不是，这个还挺好的，我不是，我说的是，这张他要给毛老师开，这样吗？蛮好。我其实我很喜欢这张，这张更好一这点。张更好，这张情绪好，我就正面不好。我这样我摁2下，然后这张，哎，你觉得这张好，还是那张好？还是这张好？我想那张不是，是这样连着。啊，这样他衣服很高啊，太高了，这这张。样这样松一点。好。Coco 说我也喜欢。好饿呀，没吃的。好，下一个云霄课节了，开始。好，你现在再往前走一小步。道长，他过去后期的头套是这个地方还得往下面拉一点，这我到时候跟你讲啊。好。挺好。云霄侧。这光不适合他。是的，要调过了。要调光。不要整。把领子把它拉好。特别躺一点。他就躺的呀。不是一边躺，他一边躺一点，一边那个。这样其实也可以，情绪也可以好的吧？知道啊，杨老师，对吧那这样。啊，我的情绪也可以开心点，这样肌肉抬点起来。对，你可以。没关系，你就还是好看，对吧？你穿这样也有幸福的时候啊，谁说这样一定是优的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拍2种嘛。对呀。一种是刚见面的那会儿。它后面这个领子你领子是立着的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它那个是立的。你帮我拿着先。那拿去完全按下去吗？对。按下去是什么？就按下去好看。对，你把我簪子掰正，那个簪子掰正。对对对。这样正了吗？啊，对，掰，对，簪子掰正。但是。不好意思。这样会不好一点。靠。对对对。那一边。它这边就是特别平滑一点。好吧，那先试一下。甜美嘞。挺好呀。对。挺好。你帮我拿着先。那个衣服。总觉得这个有一点，那个方向是不是有点难？不是，是不是抬肩膀了？你这边不要太抬，有点这样的感觉。脸是好的。脸挺好，状态挺好。脸头是好的。对，这里不要，稍微有点这样子一点，对，你不要站太直。哎。脸上是有个头发丝嘛？好一点。蛮好的。好一点。很漂亮，挺好的。挺好。不要放出去。谁让他把这个菜爬出去了？虽然我可以搞回来。你让他不要，尽量不要放。再顺点。然后这边。对，这里要。你先搞好，我来给你拍。哎呀，毁了。没有，我没有拍到你。不要动。我没有拍到你。好的，他不要动，他动作不要。放太大了吧？你这个往上滑。那个水袖，等一下。
再圈圈，把它掰开一下。什么？把拉开。然后这最近很热心。我就感觉人是不是还可以再侧一点？人，对。那我再放大一点点，不然我看不清了。都不太像云霄了，哎，这侧一点我觉得更好一些。然后侧一点，脸不要抬太高。你去示范一下。我是发。我是啥样的呀？看这边吗？我就估计手举起来挺好，你把这个挡一下这个地方，估计。哎，我也觉得这样。对。我就不用按原来照片拍，没必要的。拍自己感觉。这次都没有把原来照片拿出来。太斜了，可能。也太高了，是的，拖。我觉得可能你刚才手没张开的那个更好一点点。这边就是太坦了，这个手稍微，就手掌多了一点。因为往他后面那个头发给你显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动作是蛮常规啊，我觉得这种动作是蛮常规。对你索性就刚刚最前面那种，对，还这样好。这个不助影台，不要。耶。这个手是再软一点点，这个手给的手是斜下来。眼睛不要看太侧，看不懂。你是不是可以那样过去一点，然后再看中间，看看镜头？太侧了，太侧了，太侧了。对，要回来。来。云霄，我觉得真的很不像你。我也觉得。而且很圆。习惯了。真的很不像你。快，再继续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是不是真的很不像你？为什么不像他？哪里不像他？就是不像以前的他。那个之前面的呢？前面的是怎么样的？看你。前面能够让我一般般。去一点吧。一般般，好吧。我发现这套造型蛮难拍的。真的很难拍。娜娜这套拍了好久。一个重的。现领子弄得很好嘛。陈老师弄的。说实话，有点像黄玉群老师。你实话说得好呀。衣服太成熟了，啥成熟？这衣服颜色不好看，那你去找好看的。啊，这衣服颜色不好看，你去找好看的啊。这衣服不好看，哎，所以不要看。衣服不好看，你就不要看嘛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我觉得可以吧？觉得可以。但是现在这个领子这样拍的话，这里是高耸入云，这里。陈老师，你看看这个领子怎么搞？我觉得这个基调。基调不好，还是前面的基调好。你先管一下他的领子好不好？他要往哪里拍？往那里拍还是那里？我不轻易怼人的，我从来不怼人。大家一定要互相尊重，口出莲花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一起要追求一种美。为什么他们不能带情绪？他在带情绪。是吧？好，来一个。身体你自己搞。好的，蛮好的，你想真的。哎，上一张挺好的。需要这个眼睛里面大概注意点更好。稍等我一会儿，就会这样，就一直拍，它就会样。那时候跟他还要拍。那还是要存在一下的吧。这也蛮好的啊。哎，这嘴巴张了。嘴巴不好。对，上面那张蛮好。微皱眉。因为这张服装穿的线条很好。嘴巴稍微，嘴角一点点抬，闭上。可以的，收腹一点点好吗？啊？对，这套衣服可能拍的时候需要稍微一点点这样子。稍微一点是感觉挺的呀。不要张嘴巴。我们再侧一点吧，一点点。
这个气质的李云霄，我第一次见。蛮好。我就是说，第一次见这个气质的李云霄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要干什么的？哦，我也就两个动作了。哎，这动作也可以。这个没有那边好，因为那个钗在这头，你肯定是那边好，不要听他瞎说。就这样一张啊，我还能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有没有写糖水？这不高兴。我要自己弄了吗？有没有吗？刚我出来了，没有。让老师看一眼我呀。好的呀，肯定有了，真的好的，还不错的，我有了我就那个。还是这样的啊。有的，前面记得还可以的，有的前面记得蛮好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杨老师把你的腿让一下，嘴巴闭上。对，对，跟你说嘴巴闭上，不要有裂缝。哪里？哎，对不起，要不就好。我来管一下我的。哪里有偶像包袱？这需要偶像包袱吗？这是在拍剧照，需要人物那种静静的感觉，什么偶像包袱？我觉得是这个好。就是也没有做动作，没有这个太笑了。这种后期衣服都要拉出去点，线条感。会拉。而且到时候这个照片就眉毛稍微再修细一点点，好。就往下面推一点点。这个方向的没那个方向的好。你这个方向的。对吧？对吧？是吧？因为呢，你这还可以的钗在这边，上一张有的这还可以的这样子姿态的有好几张，很多张。这眼睛含了，我这张比那张嘴巴好一点。这眼睛没睁开，对，眼睛神没出来我一。直在看眼神。对，眼神要出来眼。睛那种状态的眼睛。这不行，这在腰眼里面。来给分你半个走。你让我很娴熟。哎呦天哪，我在屁股。这张。这张脸上肌肉不够放松，我再看一下。就是这种感觉的眼睛跟脸上肌肉再长一长。我觉得不能笑，笑了还是不笑了？那你掉。前面的都是另外的基调的了，你们那个基调再拍一下。嗯。你是不是低血糖了？要不补点糖？怎么了这？好，那也找一下我的手机好不好？我没有看到有你的很久没有见到我的手机。你看多少张照片？三个手指。有多少张照片？好。请你帮他管一下他的步摇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。我这个前景好吧？没有拍到你，我只拍到他嘟嘴。只是刚才觉得反啊，你快先买好，我就买这个。对，哎，等他们时间允许，可以拍出有创意的嘛？这种大特写脸怼的。找一下我手机，然后把我手机上那个。我不要说你手机，这个四处没有手机。眼睛看太高，但我知道你在盼望着他来的感觉。对，对，你这眼睛回到刚才那个就含着了，眼神出来点。我告诉你。啊，我找到我的了。啊。你看一下我手机，我昨天收集的那些，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看。哎，这个好。但是林需要哭吧，要带点眼泪吧，这张。你后面还有的，你看见不？刚才眼睛没有？哎，但是婷婷，你看看是不是身板硬了点？对，刚才那张眼睛我觉得很好。这眼睛很好，这身子你这样直了，你看看，对吧？对，知道了。啊，这个眼睛你要腿后多面拖一点。这样眼睛还不错。这样很好。
你帮我摁一下那个孔雀加一。孔雀加一啊？嗯，孔雀加一。孔雀加一吧？嗯，孔雀加一。有了吗？好了，有了，好了，可以。我要孔雀加一。来，这眼睛很漂亮哦。难怪杨老师杠精，我什么时候杠过啊？声感觉有点像。哎，这太大了啊！你斜了，太躺了啊！我这是情绪刚刚太直了，就是拧一点点。这样袖子也很好。有的是跟你抓的构图也有关系的啦。嗯。脸很正。歪了，斜了，你让云霄自己来看看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有点感你看吧。对吧返回去看一个。你看，你刚才圈出来看看。我知道了，正面的。对，对那个情绪带过来。脸正了，脸往那边走一点。1、2，走。趴王者山伯，快来啊！哎，真好啊！这样哎呀，不错，这样情绪不错。有点收回来了。我看看前，这样不是这样。往前。这是脸很正了。这里正了，往下走。再往下走。类似像这样对吧？这张还可以。这还可以，你再来过。很多线条感后期可以调出来的。对，气息调整一下。1、2、3。脸再正一点。脸正了，太正面了。好，走。嘴巴张开。哎，他的他的领子是倒了吧？用一下。哪边的领子？这边，左边。现在要立起来是吧？稍微立起来吧，太躺了。我拧了。身上这身好了吗？我身上要用一下。现在。好，哎，这情绪好，1、2，走。有了，这张好看，上一张。等他跳完。蛮好的。这张还可以吧？是楼台会的。这张感觉还可以。我也觉得这样。这张蛮好。这张吧。来吧，那这线条。放大还蛮自然的。等一下啊，我这样还可以，这样构图更舒服。好吧。脸我喜欢刚才那张短一点那个。这下摆躺起来了是吧？挺好的，这样修绝对好，很好修。那个光。觉得很好修。绝对很好修，这种。这个还可以。我跟陈安总说了，不要，咱们一定要这样。我想要这种。没事，先把他两个这个拍完先吧。他们两个这个的话，光要大条。那我那套还没。时间来得及吗？现在拍什么？拍这个，那你拍个。看这够不够？够。好。不要拍了。林轩林轩你看看他这个效果，想扣2张这个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可以。这个是流泪吗？就是要。可以是不一定哦，你有点。我要在上面光圈要大一点的话，光圈大一点，光给收掉，收一点。你弄好了没关系，抓紧我抓紧10分钟内搞定。什么？没关系，你管自己。我再看一眼，是这个对吧？这个。大概挑出来那几张。还可以的。我也觉得。蛮好。哎，怎么往后面去啊？因为头的后期大小调整一下就好。按那个上下就可以。看红点的挑出来的。
对吧？可以蛮好的，很舒服的，不是我原来的。那个蛮好的。帮我看一下很，舒服，先拍一下。挺好的啊。我也觉得。我跟娜娜都说了，就是要这样子拍。帮我划到那边，把这个关。好。你往左边走，往我的左。你看你再往前，对，你看正好看。因为你是带着稍微好，对，但你手可以举起，不然手只管。我怕太高。对，你的手只管拿起来，对，只管拿起来。我这个拍的样式感觉不要，没关系。拍不到的。看不到。呀，有点意思哦。但是现在，但这边光强了呀，哎，挺好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蛮好的，还没弄好，把侧光给关掉。很有语我得言。眼睛看稍微抬一点，流点眼泪。就是他在卷型键。这边光把这边对你轮廓光收掉点。我把轮廓光给关了，我不需要了。对啊，对吧？然后你把面光出来就好了。然后我这两点离你们远一点，我就可以光圈开始再小一点，大一点。然后这是你那没关系，我觉得到你这后土可以构图可以裁的吧？我要再堆一点吗？就是我觉得云霄不要，我就不用把这样对把这些挡住。是的，还有我觉得你不用歪头了，就是你就正面的这种形式感强。对，这边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马上好了。你看再过来一点，然后这边，这边再蹲。我觉得它后面轮廓光是需要的。需要吗？需要。我就后面后面就扣陈令君，后面那道光。光打在哪里呢？后面的光你就扣陈令君，把陈令君打成黑白，就是立体。然后呢，我就你构图还可以再大点，再特一点。这样太。轮廓光现在打哪里？打陈令君呀。把它打亮。对啊，你打他就好了呀。不然他后面没有语言了，没有意境了。而且你看他啊，现在他们俩感觉是陈令君高度跟两个站的高度一样，陈令君还可以再往是不是还可以再小号一点，对吧？对。你再往远一点，然后你蹲下来一点，再往这边来一点。对，你特写把云霄把云霄特写直接卡掉好了。你看，你来看看。但是陈令还可以再过去一点。你过来，你们看看这种感觉。你还可以再小号，云霄过来看看。不用了，啊。陈令再过去一点。陈令再叠进去一点。然后你再蹲下一点点。开陈令再蹲一点点。你那个手可以再抬起来，对，这个手很重要，把脖子和这个挡住。头低下，把情绪收掉点。当然特写再卡掉点。来，陈军蹲下去一点。再蹲。我这个马不行。再蹲。提下去。再蹲点下去。我腿要抖了，能不能走得远一点？是的，我觉得我可以再过来一点。你可以蛮好。单膝过一下凳子。可以的，换一个马。
有就好了，不用加时间。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你这构图不舒服，再蹲下去点点。你要坐下。快，林霄情绪来了。你确定？太紧了。这样。看一下现。在元宵其实好，快点。 1、2，走。下去，太高了。下不去。快，到那注意紧别。你再蹲一下。再蹲，只有你一个头，这不行，你这立正了感觉了。那我真的蹲不住了。不要坐。啊，林霄很好了，情绪。站，陈立新再高一点点。高一点，或者元宵趴开一点。好，你走。我觉得君还得再高一点点。你要注意，别你的构图太低了，太扣了。你要开始之前告诉我吧，不然我这个角度真的太难坚持了。你要开始。哦，这样好。不是，我先。哇，林霄真的这么好，后面的。好。我说了呀，开始之前告诉我一不是，我声想再看一下。你听他口号呀。好，3、2、1，回去高了。然后回去高了。副稿可以。还高了是吧？那我不高，可以。那好。好，陈军来上啊，1、2，走。好，陈军站直。陈军站直，好，再来一张，或者陈军比他大一点呢，又怎么样？1、2，走。走。出来，你的脸出来，然后。好，我们下面再来一张李云霄撞向陈军，陈军撞向李云霄啊！你们来往里面或者扣点，好，这样对。让我眼睛看完。对，好，你这样。对，好。就陈军有够亮。对，陈军往前面靠一点点。对，陈军撞向李云霄。这样好一点。你们再靠拢一点。陈军再到左边点。好，林霄头低下去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吧，其他没用的。好，我觉得他们俩挨得有点近了。还好，但纵深也不够了。这种肯定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用不了的。就是前面那个可以的。好，下面拍什么？还要拍哪套？拍陈丽君在前面。那你拍陈草桥拍了吗？我拍了，不是，给我看。陈丽君在前面的，杨老师是这样子的。你收吧，没关系，你光也没打出来，主要是光没打出来，那怎么？好了呀，还不是，我说那下面拍什么？反过来的不反。啊？反过来的不反。来，你们到后面，陈军到前面，这样可以扣的啊。啊。可以的，裁得出来。裁得出来的啊。喂，子琪，晚上那个一会儿你到了之后，魏老师要上他们，如果要穿衣服的话，你先跟我穿。好。好。这张好美啊，这张。这张很好。林霄再往里面走。但你再低一点点。你陈丽君不要停下去，你要往这边走。这陈军已经啊，1、2，走。你说再往里面走。然后你再低一点。哎，凌霄，你往右边转一点，就感觉错位，感觉他，哦，你的左边，对，现在靠过去的感觉，好。然后这边往前一点，不是人往前，就是眼神。
嗯，哎好，哎这样好。好，零下再低一点，零下再故意低一点。好，好。陈俊头不够特吧？太特了。你这边个黑边是什么？哦，这个长色。我说你再进来一点点。你说你还能再进来一点，然后再低一点。这你困你往下面看，不要看镜头。1、2，走。或者陈你的眼神往后面看，后面给人。你这样再出来一点点。就这样。我眼泪掉下来了。1、2，走。你说感觉还可以再出来一点，或者再你看再往前一点点，往前走一步。这个其实现在也很好。好的。啊，好。好。有吗，杨老师？肯定有啊，有了，而且蛮好。那个。有吗？就是另外一条眼泪多了一点。对，控制不住。但是我给你，这叫裁掉的。我裁掉的。这地方等下裁的。只要这一半就好了。哎呀，真好。好了。草桥，我去换草桥了。好。你这个不拍啦？啊哦，对不起啊，还有一条。我有这个。那我四婆也要来一张。来一张吧。哎，他们两个就单独来好了，可拼在一起的吧，不然光也不对。那这个光就要调回去了。你这个好，哦，凌霄这样特别美，凌霄这样超级美。等一下啊，看我一下。哦，哇，古代人操作电，哎，你们快截屏啊，快录屏，哇，这样贼好看。你们别啊了，他们在啊。不眨眼睛，不眨。这是什么？鼻涕还是眼泪？好。要不酝酿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可能出来了。你人低一点。哦，这样不行。我抖，这看看还有这个。但他头太侧，他头可以回来一点。对，眼泪也能下吗？我再坚持一会儿。光可以吗？嘴巴上，嘴巴闭上。先光一点。王老师是什么样子的？再侧一点可以。再不要正侧一点。眼泪。你现在眼睛能睁开一点点吗？那我应该是什么面？也是这个面吗？我是这个面。那我觉得这盏灯是不是不需要杨老师？哪张？这盏。你关掉看看。特。你把关掉看看。啊，还可以，是我感觉不够特。对，是不够特，这可以裁。但是逆光可以打下来了吧？逆光有吧？我觉得逆光都不需要照，就是把那个逆光可以打得硬一点。你先不要搞眼泪，我知道。其实一直撑着等到你等会也差不多有。对，大逆光打过来好了，不然它的帽子轮廓没有的，平的。你知道你们刚才云霄拍的时候要我哪个角度刚刚好吗？这个角度。
就坐在那里，但这种是你放个垫子让它。道长，这张照片如果把它做黑白的，把那几个字是大红的，哎，就你们两个做一组黑白照片，把这字大红的雪莉弄出来。然后那，先让我试一下这个光行不行？你的字本来就，那我怎么办？眼泪是红的。鬼天！可以吗？这样造型可以吗？我觉得他的脸还可以侧一点。你还可以再测对吧？你把它拿在前，但是是这样你拿着我来调光。你的脸再往那边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样。那你下次可以再近一点点。你看，嗯，对了。对吧？来，再来。需要吗？等一下，你先让我把光调一下看。扣一点。来试一下。有种那天你看，哎，你再看看这个光，你看这个光，看到吧？嗯，可以。但是稍微硬了一点点，扇子是不是我人要再走过来？不是，我觉得字可以多留一点。对，字要还有再扇子你跟脸可以再近一点点。然后我感觉我构图，注意构图。他是直子说，然后我是这两个字嘛，对吧？这样吗？抠看，你想调一下逆光还是？你先抠这张，逆光打不到它。你先抠这张。数看到吧？来，你看这张。快了。哦，好看，少了个这个。等一下，那个，这个是差不多吧？哪一张啊？校长好了，我过来啊。我这个坐着会不会看得出来？还行，到时候不这么裁嘛。就是能够把衣服往后那个吗？就是不要把后摆正。这个时候可以来点眼泪吧？来了。等一下，先让我再看来，光再看一下，因为它后面，因为它现在轮廓光调过了。你已经这样去了。我觉得你后面开了什么？都掉完了。你后面开了把它冲掉了，你后面回来刚才那样。那你再把它搞上去。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搞的。我就是把它搞低了一点。对啊，手手为什么低了呢？扣了一点。不然。别。是这个东西动的，放在这个里头。这个还可以再扣。对啊。就往下放，对，往下面扣。这个是谁的？闭嘴。我也用这个嘞。来试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对呀、好多啦。不行，这个角度不好。对呀。眼睛没。手高了，你现在手太直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现在手还是有点高，就是下得有点高。身子转过来一点。他那只手松懈下来。不对，你坐那边，你坐那边。哇塞！好，预备，手一张。头太仰了，太仰了点，你像完全躺在枕头上感觉了。哎，有了，有，眼睛露出来了。有。
可以吧？啊？有了，有了，我觉得有了。我觉得脸不用太那个。我觉得是做的也有关系了，其实。哦，脸还是要再侧过来一点。嗯。太侧了。对，这样的脸有2米长了，不要侧过来。嗯，有了。来，你脸再侧回去，就是你完全抠个轮廓盘出来。袖子。完全抠个轮廓盘出来。哦，我想起我之前拍毛老师有一张这个动作特别好的。来。我们两个要不要去？没有去。回来一点，身子这个状态回来一点，头回来一点点，手出来了，大拇手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肯定有了。前面这张拍的一般般。你是反面。这张拍的一般般。这太侧了啊！有张蛮漂亮的，有。哎，这个眼泪如果留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留下那一瞬间没抓到。你把那个扣过来点就好了。这张蛮好的呀。哎呀。啊？这个亚洲的化妆箱在哪？亚洲化妆箱在我这边，我会带过去的，明天。站着，因为做的有关系。站着。眼睛是不是其实可以看高一点？反过来。前面也有的啦。你这样是不是太痒了？太痒了，它躺下去了。有。这样光被冲掉了。光冲掉了，就是本来那个眼泪最好。好了，来，下面谁了？一下。你可以换衣服去了，是吗？营销是不是应该反过来？是的。对。他们两个到时候会背着做一起。刚刚把它扣了。关了，我看看。是什么感觉？你像手这样会有点难。是什么感觉？让我看一下。比较，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手，这个手后面会感觉，对。它脸上来了。你现在对我们来试光的。这有了吗？这张？这没电啊？没电，怪不得。你把那个往上面哪个？这里没松。对。你要试试。你碰一下。有电，它亮着呢。现在有。没有，它刚才里面也亮着。来，先走先，好了吧？你看。光笔，我看看啊，是什么问题？哎呦，他现在眼泪特别好。啊，是你看刚才。你看你再继续，继续。上面是不是有点高？
哎呦，好美啊！云霄头可以稍微再仰一点点。来，这怎么改的？我说你眼泪再来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看光。然后再。你看他刚才眼睛没睁开。我看看光比吗？我都觉得你到时候可以大特写了，你说这镜子近点看看。哦，对，我知道我刚才哪里问题，是这是手的问题。对。好，这样快，哎，他这个抠图抠的蛮好，把头上那边抠。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影像很好看，啊，非常好看。挺好，来，怎么办？你给我放回去。来，你是不是刚才抠图没抠好？来，等一下过来看看。我觉得反正这样舒服哎。我去看看。啊，你把嘴巴再闭上就好。对，应该有的吧？那把这个拍掉吧，手机。喏，手机拍掉，让那个这个拍掉嘛。喏，这张好。你这个光要动掉的啊。我有大特写好。等我一下啊。哦，我觉得脖子整个可以放松一点再。那他来过，来，记得放松。他情绪来了之后，你全景大头都来一张，好吧？好的。哎呀，这还可以。他刚才有个眼泪掉这里的，真的好好看。他在酝酿情绪，肖姐在酝酿情绪。下次就是可以拿那种切割光，就把这一片的。哦。这个后期可以做到吧？做不了。加个遮罩呢？我试试看吧，但我的技术很达到，因为我这个眼睛在做过的。太正了，脸转回去的。哦，好美哦！嘴巴闭上。哦哟，很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好。上次再靠近点。到颈边大一点。松一点。嗯，再松。好，停。哪呢啦？哦呦，哇，这好祝英台啊！这张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这张好祝英台。哎呦，这张，哦呦，这后面颈背太松了。明天你来看女校，你看这种，还可以吧？嗯。你看，可以这张，可以。这张好，手没有了，这样更好，可以。圈一下它，哦，这样感觉线条感很好，轻轻抱起挺好的。好，你没有了吧？那这样挺好的。没有了，就是觉得眼那个泪珠到时候给你抠过去。就是前面的那个刚好在那个点上是吧？蛮好的，应该就我觉得很好哎。这种再劈远一点，平放，可以的，挺好的，够了。哦，都去头去尾，有了啊，好了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也很好，也挺好的。我喜欢这张，也很好。
我到时候把你这滴眼泪画到这里去，哦，有一滴眼泪是吧？在那个在刚好脖子上。哦，就是其实如果眼泪是在这个位置的话，你看前面有一张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什么时候。就是那眼在那个位置的时候特别好看。要不你试看能不能再流出来？那得抠好呀。哎，那粉不先铺它吧？就是这种感觉，哪种？眼泪刚好在这里的时候，好美啊！那得先把脸，这张还可以啊，这张。先得把脸。哎，你看，你先看一下这一张。这张就是嘴巴张在那里。啊可以的，可以再来一下，但是眼泪得擦掉。是的。好，来，去。他先去吧，还是我先去？你先，不一样的。哎，我看你后面几张很好。你看到最后面。你看后面几张很好，你看啊，哎，这个够吗？你看，这张不好，还是刚才对，那张好。还在后面，我觉得还是刚才那张好，眼泪刚刚好。让他嘴巴上面。对，那张嘴巴不好。但前面的也很好看。好，有了的，肯定有的。拍吧，先拍吧，你看，很熟。但是他们那边要用的你。用什么？那这他那个好了吗？